6.3咁講一講非傳染病。咁我哋呢度主要係講幾個非傳染病啦。然之後6.4咧先至會講呢啲生活方式嘅轉變而引致嘅非傳染。咁其中第一個咧就係癌症嚇。1號殺手，香港最多人死於癌症嘅。有肺癌啦，就係同食煙有關啦。結腸癌，結腸其實即係大腸嚇。就係同嗰個食肉太多啦，同埋最緊要係纖維啊，即係食嗰啲纖維唔夠嘅。肝癌同飲酒有關啦，胃癌同即係個生活習慣唔好啦，可能成日食宵夜啊或者其他原因啦。乳癌可能同肥胖有關啦，不過其實好多咧都係同嗰個遺傳有關嘅，其實 cancer 某程度點解會有癌症咧？就係因為細胞咧其中一個結構就係主要基因嘅改變，而令到嗰個細胞咧成為一個唔正常細胞，跟住咧佢就係唔受控制咁樣嘅生長，其實即係細胞分裂，不停嘅細胞分裂，咁就成為一個腫瘤。但係呢一個嘅細胞咧係一個冇功能嘅細胞，即係冇功用，純粹係好初型嘅細胞，做唔到嗰個器官嘅功能嘅。咁所以就係令到器官最後即係俾腫瘤爆咗，佢應該要做嘅功能做唔到啦。風險因素咧，即係有啲乜嘢令到會有 cancer 咧？其中一個就係壓力啦，可能成日都有好多嘅壓力啊，工作壓力啊，其他壓力啦。咁同埋咧就係過度，即係好多嘅食煙飲酒啦。肥胖主要咧其實後邊都會講嘅，即係乳癌其中一個係關於肥胖有關。治療咧，咁第一樣嘢就係做手術啦，割咗嗰個腫瘤啦，癌症啦。有時割唔晒就算割完之後咧，可能要做化療或者係電療，即係放射治療。而家好啲咧，近年咧就有一個標靶治療，就冇咁辛苦嘅不過就比較貴嘅。跟住咧就係心臟病，係第3號殺手，即係第3個多人嘅。第二個係香港係肺炎啊。呢個肺炎係一個傳染病啦，而家係講非傳染病。心臟病咧有冠狀動脈嘅心臟病啦，冠狀動脈咧就喺心臟嗰條血管啦。OK，高血壓心臟病即係血壓好高引致嘅啦。同埋其他嘅慢性風濕性心臟病啊，先天性嘅心臟病咁樣。心臟病咧主要咧就係心臟嗰條血管冠狀動脈。裏邊咧係積聚，膽固醇積聚。我哋嗰陣時第3課講過嘅低密度嘅膽固醇，即係話膽固醇積聚喺嗰個動脈血管裏邊，令到個血管壁咧係收窄咗。因此咧嗰個血管少咗血供應咯。少血供應俾邊個啊？就係個心臟。心臟唔夠血，心臟肌肉點會去跳動咧？係嘛，即係唔夠力啦。同佢做運動嗰陣時咧，就因為會心跳得加快啊、劇烈啊，就會出現心絞痛嘅症狀一樣嘢啦一個風險因素即係心臟病嘅其中一個啦，高血壓、高血脂，即係食好肥膩啦，血裏邊嘅脂肪好高啦。飲食行為習慣啦，就係吸煙啦。仲有糖尿病都有機會啦，肥啦。缺乏體能活動，即係唔喐啊，成日坐喺度久坐不動啊，四肢不勤咁嗰啲啦。同埋咧係長期受壓，即係如果成日壓力多，啲人會有病，其實都係一個原因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心臟病咧男性咧就係比女性多嘅男性咧就係1.2嘅即係高於女性係0.2嘅。OK，呢個比例同第二樣嘢就係年齡增加而縮小嘅，即係嗰個差別，即係年紀越大咧，即係女性咧都係會話心臟病機會高嘅，因為可能即係嗰個血管嗰個嘅彈性，隨年紀大咧就係細咗，即係冇咁彈嘅，就硬咗血管，可能心臟病會機會高啦。腦血管疾病第4號殺手，個腦嗰條血管嘅病，即係點啊？爆血管咯，中風啦個腦嘅爆血管就係中風啦，就係會令到個腦咧嘅血液係少咗嘅。同埋咧有爆咗之後咧，就會血嘅凝固啦、血塊啦，就會塞住咗個血管、腦個血管，令到個腦細胞咧唔夠氧氣咧同營養咧，就會死亡嘅。同埋腦血管中風咧係有機會咧係會即時死亡嘅腦出血，即係輕微嗰啲就會
癱啊、行路啊各方面咧就話講嘢唔清楚，嚴重係會即時死亡啦。咁風險因素咧係年老啦，即係年紀大咧就係容易中風啦，因為嗰個血管又硬咗啦。咁另外就係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吸煙飲酒，因為所有同吸煙飲酒有關啦，所以千祈唔好吸煙飲酒啦。肥都有關嘅咁同埋咧缺乏體能活動。咁其實你發現好多啲慢性病咧嚟嚟去去嗰個風險因素都係嗰幾樣嘢食煙飲酒肥唔做運動唔喐年紀大咁樣樣嘅。跟住然之後呢啲肥引啲其他咩高血脂高血壓嘅OK，跟住然之後我哋講糖尿病。糖尿病喺第3課書教咗㗎啦呢度再講多一次。咁糖尿病咧有2種嘅，一個一型咧叫做胰島素嘅依賴型。咁意思即係話咧佢需要胰島素嘅，因為個身體做唔到胰島素產生唔到胰島素。胰島素咧係一種激素嚟嘅，胰臟嗰度分泌，係調節我哋身體嘅血糖。咁點解會做唔到咁有個原因就係有機會係病毒破壞咗佢嗰個胰臟嘅細胞，另一個原因就係佢根本就係遺傳成因嘅咁所以咧一型嘅糖尿病患者通常係好後生就會發病10幾歲，又通常40歲之前會發病。咁佢係唔夠胰島素，令到個身體咧唔可以控制血糖啦。咁OK， 而即係二型咧就係嗰個身體係做到胰島素嘅，不過問題咧因為肥胖咁所以咧嗰個胰島素嘅數量唔足夠。咁點解唔足夠咧？係因為嗰個身體嘅細胞對胰島素嘅反應低咗，越嚟越冇反應咁所以咧要再多啲嘅胰島素刺激佢嘅反應咯。咁引致嘅後果一樣都係控制唔到嗰個血糖嘅數量。咁糖尿病嘅病徵就係口渴啦。成日屙尿啦，個人好攰啦。咁以前好肥嘅之後咧就會成功減肥喎，其實根本患咗糖尿病即係輕咗啦。咁同埋生殖器官會痕啦，咁同埋隻眼都係睇唔清楚嘅。咁佢一型嚟講咧，佢因為佢要依賴胰島素，咁所以咧佢係需要增加胰島素嘅同埋注意飲食啦。咁二型咧就係同年紀有關，即係年紀大咧，通常咧40-50歲之後，如果好肥咧嗰啲咧就會有機會嘅咁即係機會高啦，年紀越大越高啦。咁仲有一個家族遺傳，即係如果屋企人咧係有糖尿病嘅，咁佢有機會都高。咁另外一樣嘢缺乏體能活動，即係唔喐咪肥咁就會有糖尿病啦。咁呢啲病徵一樣啦。咁但係二型嗰個除咗注意飲食之外，可能做下運動咧都有幫助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肥胖症。肥胖症咧，肥都係一個病。咁嘅咩叫為之肥咧？就係身體嘅脂肪組織即係身體皮下積聚過多啦。咁我點界定咧？呢個要識雖然我哋第3課有講嗰個身體質量指數嘅，唔使背嘅。但係因為呢個肥胖症咧係要識嘅，就係23至25係超重，25以上咧屬於黐肥即係好肥胖嘅咁呢個要識嘅肥胖症。咁肥胖症有咩問題啫咁其實佢個風險因素就係食嘅嘢太多咯，即係嗰個能量平衡嗰個問題，輸入太多，食嘢太多，運動輸出太少而引致肥。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一紮呢啲病，全部關於慢性病都係因為肥引起嘅即係高血壓、心臟病高膽固醇、糖尿病、腦血管病、膽囊病跟住因為重得滯咧，骨嘅關節炎病，甚至瞓覺嗰個窒息症又有。同埋有啲 cancer 同肥有關嘅，頭先所講嘅乳癌啦、前列腺癌啦、大腸癌啦、子宮內膜癌都有關嘅。OK， 我哋睇一睇咧，就係 past paper 過去考過啦。咁10年嘅就問一啲咩文明社會疾病，其實呢個名就唔係好啱啦，應該慢性病。咁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幾個。咁有一個咧就係高膽固醇，呢個其實都唔係一個。即係應該唔係好，即係呢個病症嘅病，譬如肥胖啦、糖尿病、高血壓或者中風嗰啲就係。咁然之後17年咧再問咧中風一個行為風險因素，記住行為風險咧就唔可以寫，譬如如果係遺傳有關都唔可以寫低，因為係佢嘅生活行為而引致嘅。咁就係中風就係佢唔喐啦，
成日即係坐喺度啦。跟住然之後叫你指出一個例子，如果減低呢個風險，即係保護因素啦。咁就係做運動咯。OK。然之後19年咧再問乳癌呢個行為風險因素，又係即係引致嘅飲酒、食煙同埋係唔喐嘅。OK。咁就係咁啦。